呢一集想講返頻道開咗6日，我想同家長講幾句真心話。其實呢個頻道表面只係開咗1個星期，但係背後嘅構思已經差唔多3年啦。我真係好想將自己20年喺學界、體育、升學入邊見過嘅真實情況啦，慢慢分享俾大家。呢6日我收到好多 PM， 好多問題。老實講啦，我好感動，但係同時都好清醒。因為我好清楚，而家我仲未交到成績表。第一件我想講嘅事，點解而家我淨係想分享，唔想做服務，唔想收錢嚟嘅？唔係我唔識做，而係我知道，如果而家就急住包裝、收費、推計劃，其實對大家唔公平嘅。我腦入邊有好多數據，見過太多成功啊、失敗啊、誤判啊、走錯路嘅案例啊，但係將呢啲嘢變成一套有系統、負責任、對得住每一個小朋友嘅資訊，係需要時間沉澱同整理。咁所以現階段即係我淨係想做一樣嘢，將我知道嘅、感受到嘅先攤出嚟同大家分享。第二樣嘢就點解我會想幫大家慳時間啊？好多家長問我比賽有冇用啊？攞獎係咪就等於有優勢？點解我個小朋友成績唔差，但係升學好似卡住咗？其實最浪費家長嘅唔係錢，而係時間。所以嚟緊我會嘗試做一樣比較少人肯做又好花時間嘅事，由初賽分組淘汰決賽成績結構學校取向，幫大家慢慢拆解啊、消化啊。希望將來大家唔使再靠估，而係知道自己間學校、自己個小朋友大概企喺邊一個位置。第三樣事，關於頻道初期唔完美嘅問題，我知道字幕會有錯字，AI 聲音未夠自然，有啲片節奏可能偏慢，有啲人未必聽得慣。咁老實講一句，我自己都知，但我都想大家明白，當一個項目未有成果之前呢，我真係唔敢，亦都唔應該投放過度資源啦。呢10幾條片已經用咗我好多時間心力，亦都係一個不斷試、不斷調整嘅過程啊！我會繼續改善，但係希望大家可以俾我一啲耐性。第4件事，點解我刻意唔做宣傳，不用朋友，不找學生家長幫手？因為我想睇到一樣嘢，真實數據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淨靠內容，淨靠價值，有幾多人願意留低啊？有幾多人真係有共鳴？而家嘅訂閱人數、查詢人數、觀看時間，其實都喺我預期之內。呢個對我嚟講，反而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。最後，我想同每一位家長講一句，就呢個頻道唔係教你急住揀路，而係幫你唔好走錯路。如果你願意陪我慢慢行，我會用我過去20年嘅經驗，幫你少踩一啲坑，少浪費一啲時間。多謝你哋嘅信任，亦多謝你哋俾我一個可以慢慢做、認真做嘅空間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